哥哥，谁让你出门的时候诅咒我？现在我该怎么办啊？原来是个小丫头。刘妈妈，是和穆太大人一起离开春风院的那个姑娘，就是她。回中堂大人就是她。你别老这么盯着我看呀，盯得我心里直发毛。啊，冷静冷静，现在一定要冷静。大胆妖女，你把知府大人弄到哪儿去了？还不快从实招来！若有半句假话，我……妈妈救命！妈妈救命！哎呀，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知府大人的下落，我可以向中堂大人求情，饶你不死啊！快说，真的？快说，快说！行吧，那我说，那日知府大人呢说要带小女子去一个好去处，当时小女子开心极了，还以为从此攀上了高枝，可以无忧无虑了。可谁知道知府大人却把小女子带到了一个特别偏的地方。当时我就想啊，这也许知府大人的正事太厉害了，想要收小女子做外宅。可是这马车跑到一个小树林，知府大人自己下去了，让小女子在车上等他。这小女子啊，就偷偷掀开车帘子，就看到知府大人跟一帮黑衣蒙面侠说些什么。黑衣蒙面侠？那他们都说些什么？他们说了什么谷啊，什么王啊，什么蒙，什么他们是不是在说明珠谷、晋王？对，他们说的就是这些。这明珠谷本是反抗朝廷的一个秘密基地，这晋王应该指的就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所封的那个李定国。后来这个永历帝被吴三桂给绞杀了，他就诈死逃亡，纠集了一帮乱党，一心妄想着反抗朝廷。那难道知府大人的失踪与那群乱党有关系？他们还说了些什么？他们好像还说了什么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，没有后退之路了，暴露就是死之类的话。难道知府大人……我早就怀疑这些个归顺我大清的降将之中，难免有心怀二心之辈。这个穆泰原名叫孙福，本是李定国的二儿子李嗣兴的心腹手下。这件事情必定是李定国指使的，他假意归顺我大清，现在却勾结了一帮前明的余孽。丫头，他们还说了些什么？你给我仔细的想想。他们都是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，我也没听清楚，但是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名字。他们每当说到这个人啊，声音高涨，义愤填膺，还破口大骂呢。他们在骂谁？他们好像在说什么敖王吧，敖乌龟，还敢称自己是第一勇士，早晚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小丫头，你别害怕，你给我往下说。后来呢？这后来啊，小女子就听明白了，好像是知府大人想带小女子去那个什么明珠谷，刚才说的明珠谷，但是那几个黑衣人呢，偏是不让，他们让知府大人把小女子给杀了。当时我怕极了，这个时候，知府大人旁边的卫队长直接把刀就给拔了出来。驾！驾！你来驾马车，我去对付他们。我不行，我不会驾马车。想死就快点，抓住缰绳！快！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小女子就拉着马缰绳，一直跑啊，就听到后面刀剑撞击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就跟着马车一直跑。
这后来马儿累了，停下来了。小女子怕他们赶过来，把我杀了，我就跑了。这个卫队长，是我安排在孙福身边的一个密探，多半是他发现了孙福和乱党勾结，所以这个孙福才会杀人灭口。小丫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去报官呢？啊！我害怕呀，一个是知府大人，另外几个是歹徒，我怕我去报官以后，反而会送了小女子的命。那我问你，你后来怎么又跑到京城来了呢？因为小女子不敢留在袁州了，小女子怕他们追杀我呀，我就想说，要不要回京城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呢？但是京城这么大，我找不着啊，就只好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儿，过日子了。中堂大人，您说这丫头说的这番话可信吗？此事涉及到诸多复杂的背景和隐秘之事，绝非一个普通的小女贼所能够知晓。可是她要说的这番流畅，不像是临时编出来的谎言。大人，小女子再也不敢了，小女子再也不敢偷了，死也不敢偷了。大人，妈妈，帮我劝劝大人，别杀了小女子啊！这是小女子以前偷的，全当孝敬您的。帮我跟大人求求情，千万别杀了小女子啊！妈妈，中堂大人，您看这丫头该如何处置？且先不要声张，这样，先把这个小丫头带回府上再说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主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刚才奴才到慈航药铺去传话，药铺的掌柜跟我说李少侠他失踪了，一环失踪了啊！药铺的掌柜说，李少侠的哥哥现在急得团团转，正在安排人四处寻找呢。来吧。不是吧？你去给我拿2个白馒头。哟，那你想吃什么呀？哦，您不会以为您还在天下第一楼上冲大爷呢吧？妈妈，我刚才在酒楼对您多有不敬，但是您别忘了，我还孝敬了您2锭金元宝呢。所以呀，我才来给你送2个馒头啊。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。2个馒头换2个金元宝，这馒头也是我见过最贵的了。不过有馒头总比没有强，起码不会被饿死。吃。这些馒头里再加几片烤鸭，那烤鸭的肥油在嘴里流淌着。哟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只想着吃呢？哎，你就不怕这是你最后一顿晚餐？怕怎么办啊？怕也得吃啊，总不能这样等死吧？妈妈，其实这京城啊有不少小肥羊，都被我宰过。我在住处啊还藏了些钱，要不然咱俩平分？不行，64，我4你6行了吧？不行，你就是全给我，我也不敢放了你啊！哎呀，这钱再多，没命花了，也没意思了，不是？妈妈，哎呀，求求您了，您说杀了我容易，但是你们把我留着有用啊！京城肥羊那么多，
我出去帮你们抓肥羊啊，回头那钱全都给你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放了我啊！哎呀，你这小丫头啊，果然是有点意思。妈妈我呀，训练了那么多女孩子，她们也全是中堂大人千挑万选出来的。可是她们呀，没有一个有你的美貌，也没有一个像你这么机灵。所以妈妈，你这意思是可以放了我了？哎呀，我哪敢放了你呀！哎，不过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，也不能白收了你的金元宝，不是？我今天呀，就是来给你指条生路的。妈妈，请说。易姑娘那一番谎话，说的是声情并茂，丝毫没有破绽，居然连老奸巨猾的鳌拜都被她骗过去了。这鬼丫头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就胆大包天。她虽然骗过了鳌拜，可是也被鳌拜带进了鳌府。鳌拜究竟会怎么处置她，还很难说。我们呀，在鳌拜府中也发展了内线，不过鳌拜不信任我们的人只能在外围当差。不过我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探消息。鳌拜性情暴虐，易欢在他手里非常危险，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救他出来。少主，龙三少爷那边差人来问，可救出易欢少侠了，是不是需要什么协助之处？你去告诉他们，还没有找到易欢，不过我们会自行解决，就不麻烦他们了。多谢他们的好意。是。妈妈，你选对人了。看我，大杏仁眼，大双眼皮儿，大美女，而且关键是我肤白发黑，大长腿，娇俏可爱，大美人儿。你选我真是选对了，我是万里挑一的美人儿啊！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怎么，你不答应？这中堂大人可不缺钱，他缺的只有美女。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那能不能先给我上一盘烤鸭，再来一壶桂花酿啊？我得吃饱肚子才有思考的余地嘛。唉，小虎，通知鳌府的内应，告诉他，我会在府外100丈之内的地方等他的消息。一旦鳌拜要杀易欢，让他立刻发出信号。少盟主的意思是，万一鳌拜要杀易姑娘，您就亲自冲进去救她。鳌府戒备森严，少盟主的身份非比寻常，千万不可冲动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自不会冒险。不过如果鳌拜真的要杀易欢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少盟主对易姑娘情深意重，只可惜她还懵懵懂懂，不知珍惜，反倒给您惹麻烦。易欢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怪他。你快打探消息吧，我也要召集人手，做好随时闯府救人的准备。属下遵命。看来易欢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他的哥哥不肯告诉我们实话。是啊，主子。不过这事我看您就别太着急了，他们江湖人士出了事情，总有自己的方法来处理。再说了，现在咱们也不方便出手啊。你派一些人在慈航药铺外守着，一有消息马上通报。主子，您看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您还是先回府吧，不然的话，这老太太要是知道了，可又得怪罪奴才了呀。走吧。好，请。哎呀，您这整只烤鸭都吃完了，还没考虑好呢。好了好了，带我去梳洗打扮，我要去见中堂大人。就知道你是个机灵的丫头。
刘妈妈，哎，你真觉得易欢这个丫头，她合适吗？大人，这宫中虽然美女如云，可大多怯懦胆小，像易欢这么娇俏活泼、聪慧机灵的女孩子不多。如今呀，皇上正当青春年少，应该呀很容易就被这种女孩子吸引的。这个丫头啊，生性胆大，喜欢疯，我真怕她入了宫以后啊，咱们不好掌控。易欢这丫头啊，是有很多弱点，贪财贪吃，又贪荣华富贵，怕苦怕疼还怕死，所以呀，很容易就被掌控。况且呀，咱们还可以给她服用大补丸呢，到时候不怕她不听咱的话。咱们先后也送了不少的女子进宫，可是只有一个被皇上宠幸，只可惜又被新来的厉贵人抢去了风头。眼下咱们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，这一次只能再赌一回了。哦，不过老身这眼下唯一担心的是，这丫头她会武功，只怕进宫之后会不会引起怀疑啊？这倒无妨。咱们满族的姑娘从小跟着父兄在马背上长大，会骑马射箭，这是寻常之事。这样，老夫为她伪造一个武将之女的身份，这样一来，她会一些简单的武功，不就说得过去了吗？对。老爷，易姑娘已经梳洗完毕，正在厅外等候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小女子拜见中堂大人。好，谢谢中堂大人不杀之恩。易欢，你是否真心愿意为老夫所用啊？小女子誓死效忠大人。这什么呀？香香的。这是大补丸，吃了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如玉，永葆青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大补丸确有补气益血、健身养颜之功效，只不过一旦吃下去，就必须每个月都要吃一颗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肠穿肚烂，让你死得苦不堪言。怎么样？如果你愿意为老夫所用，就服下这颗大补丸。只要你能够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老夫每个月都会给你一颗的。那大人，如果我不吃这颗大补丸，您是不是就要杀了我啊？哼！你先是对元州知府勾结乱党一事知情不报，后来又在这天子脚下偷盗行窃，这哪一条都该杀头。哼，什么大补丸？不就是慢性毒药断肠散吗？本姑娘10岁的时候就会配，也会解了。我现在这副害怕为难的样子，不过就是为了麻痹你这个大坏蛋。哎呀，我说丫头啊，你可是聪明人，吃下这个大补丸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你要是不吃啊，你这个小脑袋马上就搬家了。甜甜的，跟糖似的。还有吗？你真拿它当糖丸了，当饭吃呢？您看你，我不吃的时候吧，喊打喊杀的。我说再吃几颗，你又舍不得。你说这丫头多有趣啊！刘妈妈，离这批秀女进宫的日子只剩下7日了，
你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调教她，切不可让她露了马脚。是大人。什么？鳌拜不仅没有杀易欢，还给他安排了一处别院，派了2个丫鬟来伺候他。易姑娘也不知道想出了什么办法，事情的进展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至少易姑娘暂时安全了。少盟主，还请您先撤，我们的内线会想尽办法跟易姑娘接上头的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禀报少盟主。好，多加小心。中堂大人，易欢这丫头果然是极聪明，学什么一点就通。可她就是不肯用心学呀。我也都测试过了，不管这琴棋书画还是女工歌舞，这都是略会一点，却样样都稀松。大人，这离进宫的日子只剩下不到5日了，这老身再怎么细心调教，也都来不及了。妈妈，大人，这也不能怪小女子啊。小女子12岁那年，父母便双亡，唯一的哥哥还跟小女子走散了。我啊，只能靠着尼姑庵的师傅们接济，才能勉强填饱肚子。这哪有什么机会去学什么琴棋书画、歌舞女工啊？可这女子应会的技艺，你样样稀松，这怎么才能够引起皇上的注意，讨得皇上的欢心呢？如果说女子必须才艺出众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那之前妈妈培养的美女们个个才艺出众，可不也是没成功吗？如何讨得男人们的欢心？刘妈妈她最有经验，她培养出来的美女，个个都能让男人们神魂颠倒。只可惜皇上他年少，情窦未开，再加上这后宫美女众多，没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所以他们才未能大展身手嘛。哎，这您就说对了。要想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光靠才能和技艺非常好是不行的，是要动脑子想办法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妈妈？哦，那你告诉老夫，如何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呢？这个嘛，我现在也说不好，这得进宫以后啊，随机应变。大人，若说这随机应变，易欢这丫头可是比别的姑娘强了千百倍。大人放心吧，为了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，也为了我自己能在宫中谋个好前程，我一定会努力引起皇上对我的注意。也罢，这圣心呀最难测，如何邀得圣宠，这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只可惜老夫没有女儿，若是老夫有一个像你这般机灵的女儿，那就好了。依父在上，干女儿给您磕头了。老夫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就认起干亲来了呢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可真会顺着杆往上爬呀！好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干女儿。快起来吧。哎，谢义父。对了，义父有件事情必须要提醒你，我们这门干亲只能私下里认，等你进了宫以后，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若是皇上知道了你是老夫安排的人，那对你对老夫都不会是好事情。义父您放心吧，女儿我呀不会乱说话的。你真是长了个七巧玲珑心呐！好，既然你认老夫做了义父，那作为义父就得有所表示。义父送你一件礼物。这件金蚕丝背心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物，轻薄柔软，却刀枪不入，水火不进。当年敖大人出生入死，立下无数战功，先帝才将这件背心赏给了敖大人。唉，如今他却把这件背心赏给了你，可见你呀，对他真的是很重要。
你们要我去皇帝身边做卧底，当然得先笼络我了。但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们肯定会杀了我灭口。到时候就算我穿着金蚕背心，也不可能逃过你们的毒手。哎，妈妈，我能拜到中堂大人门下做干女儿，那多亏了妈妈的帮忙。您放心吧，以后如果我大富大贵了，肯定不会亏待妈妈您的。就你的小嘴会说话。哎，妈妈，我看看金蚕背心呗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金蚕背心有那么厉害吗？哇，真的都没破哎！妈妈，你快帮我收好，快！朱哥哥说过，京城第1酒楼和鳌拜府中都有咱们明珠谷的内线，那他应该已经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，肯定会让府里的内线来和我接头。这老东西一直守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的，真是讨厌。这都是吃的？是的。易姑娘，这些菜是特地从京城第1酒楼给你订的，尤其是这盘酱鸭头，是酒楼新来的厨子朱师傅为您准备的。朱师傅说了，姑娘品尝过后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朱师傅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记得再给我拿一壶桂花酿过来。是。妈妈，您看啊，这么多美食，其实我应该跟您老一起分享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吧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贪吃。再加上上次您在酒楼里跟我抢一只鸭子，那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啊。所以，您要是跟我在一桌吃饭的话，我这内心肯定会特别害怕。要不然您就先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吃的，我自己回房间吃。哦，不过，待会儿吃过晚饭之后啊，我要陪你一起同床共眠。这同床共眠就算了吧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跟人同床共眠过，而且这同床共眠，我看着您这张老漂亮的脸，我睡不着啊。今晚不行，我必须要陪你一起睡，因为今天晚上妈妈要调教你一些床上功夫。哎呀，只有这样，皇上召你侍寝之后，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你现在害羞啊，等将来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圣宠，你还要感激妈妈的调教之恩呢。行，我谢谢你妈妈。你别说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走吧，你说的我都羞死了。快回去吃饭吧。鸭子，哼。已安排内线救你。进来吧。易姑娘，您要的桂花酿。玉欢姑娘说，她决定将计就计，待进宫之后，把鳌拜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龙三，以挑起鳌拜和康熙小皇帝的矛盾。易欢虽然口口声声反对我们光复大明，但一旦有机会，还是会奋不顾身地帮助我。玉欢姑娘还说，鳌拜对她不太信任，正在满京城查找她失散的哥哥。为了不让鳌拜起疑心，还请少盟主做好准备，配合他演好这出兄妹相认的戏码。知道了。头，这条街上药房都查过了，没有咱们要找的人。前面头是，我们这边也没什么收获。跟我走。是。
掌柜的，怎么了，各位军爷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这儿可有一个叫李建清的年轻的郎中？有，不过正在给病人看病呢。军爷，你就是李建清？正是。好了，怎么，军爷想要看病吗？蜀中人士。是。军爷这是干什么？太好了，李先生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中堂大人，易欢这丫头啊，果然是冰雪聪明。不管是给她安排的身世，还是要她熟悉的材料，那都背的是滚瓜烂熟啊。还有那些重要的私密记忆，我昨夜都已传授给她了。好，果然是个好苗子。易欢啊，再有3日你就该入宫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准备。你入了宫以后，老夫就不能安排人照顾你了，以免他人怀疑你是老夫安排的人。至于你是否能避开后宫那些复杂的算计，能否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邀得圣宠，这一切就得全靠你自己了。义父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的。好，今天义父还要送你一件礼物，相信你一定会开心的。什么礼物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大哥，你是小妹。大哥，小妹，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。小妹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哥哥一直在找你，找不到你，我心里多着急。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。小美，大哥，没事就好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快来快来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义父，快给义父跪下。草民李建清，拜见中堂大人。一谢大人救了欢妹，二谢大人让我们兄妹团聚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坐。义父让你坐呢。主子，有李少侠的消息了。怎么样？他可安好？安全，只是落在了鳌拜的手里。鳌拜？恕草民冒昧，中堂大人最近是否经常心神烦躁？是否无论何种美食，都是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？你怎么知道？医者望闻问切，可知百病。草民看中堂大人的脸色，似有思虑过度之兆。这过思则伤脾胃，也伤元神，自然会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。那可有办法医治啊？这个简单，待草民为大人号个脉，开几副方子调养调养，自能改善。早就听易欢说过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自幼跟着师傅在外游历行医，学了一身的好医术。虽然是不能够让人起死回生，但也是救人无数。今日一见才知道，他所言非虚啊。老夫现在年龄大了，经常身体不适，你可否愿意留在府上为老夫效力呢？这个老坏蛋，果然还是不放心，想拿朱哥哥做人质。草民做了多年的游方郎中，虽然学到了不少民间的验方，但四处漂泊，甚是辛苦，所以想在京城安顿下来，慢慢谋个前程。只是坐堂问诊，收入微薄，若能投靠在中堂大人门下，草民自是求之不得。
这是老夫府上特制的大补丸，你如若真心投靠在老夫的门下，那你就和你妹妹一样，服下一颗吧。以后每个月我都会按时给你们兄妹2人送上一颗大补丸。以你的医术，你应该知道这大补丸的功效。但若是你不肯服下这颗大补丸，那老夫又该如何敢放心的去栽培你？草民只求守护我这唯一的妹妹，顺便为自己谋个好的前程。所以，草民一定会对大人忠心耿耿，唯命是从。义父。女儿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义父可以答应。你尽管说，只要老夫做得到，都会满足你。可不可以在宫中也给我哥哥某一份差事啊？因为这样我们2个既可以互相照顾对方，而且不用经过他人之嘴传给您宫中什么事儿啊，直接让我哥哥来跟您说，既方便又安全。您觉得呢？这个主意不错。眼下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。宫中的太医院本月之中就有一个老病告退，一个回乡丁忧，眼下还正缺人手。以李先生的精湛医术啊，老夫完全可以在太医院为你留一个职务，这样你们兄妹2人联络起来也就方便多了。多谢义父。只是这宫中禁忌甚多，你们2人入宫以后，切不可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兄妹关系。女儿知道了。草民明白。前段时间皇上龙体欠安，精神倦怠，神思恍惚，可不知道为何又突然好了。李先生，你到了太医院以后，帮老夫多加留意，看看是哪位太医医术如此高明，这么轻松就医好了皇上的龙疾。老坏蛋，你是想查出谁解了你给皇上下的毒吧？草民明白，草民一定会多加留意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大人汇报。鳌拜逼着李易欢服下了大补丸，说什么要把他送到宫里去，给他做密探。大补丸？对。李建清说了，这大补丸是鳌拜独门秘制的毒药，说这种毒药服下去之后，必须每个月继续服用，如果不吃的话，就会死得苦不堪言。那易欢吃下来这大补丸，岂不是要终生受制于鳌拜？是啊，主子，眼下看来，只能是这样了。哦，李建清还说了，希望龙三少爷把李易欢被鳌拜胁迫的事情，悄悄地告诉皇上，这样在宫里也好有所照应。他还说了，他们兄弟绝不会为虎作伥，做任何对皇上不利的事情。主子，您息怒啊！这个鳌拜越发的胆大妄为了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李建清，就说我会尽快禀明皇上，在宫里对易欢多加照拂。好，还有，皇上会尽快的去找鳌拜，为易欢拿到解药，让他放心吧。这。皇上的头晕病可好些了？已经大好了。前几日哀家传鳌拜来陪哀家赏春，借机哀家点了他几句。他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哀家的意思，想必他会收敛一些。皇上还年少，全仗皇祖母的扶持。今年选中的这批秀女是不是都进宫了？最后一批也于3日前进宫了。那皇上有没有中意的？妾身催过皇上，可皇上一直忙于政事，抽不出时间去选秀女。这皇上啊，真不像他皇爷爷
和皇阿玛没有沉迷女色，这也好也不好啊。好呢，在于他忙于政事，励精图治啊。这不好呢，他是迟迟不能大育皇嗣，哀家还指望着早日抱重孙子呢。妾身和众姐妹一定用心服侍皇上，让皇祖母早日得偿所愿。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，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的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在想，我有猪哥哥真好，也不知道猪哥哥现在在殿都执行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，顺不顺利？你放心吧，李爱卿功夫那么高，又会易容，又懂机关，江湖经验又丰富，肯定没事的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若回来发现我对龙小弟又割舍不下，你一定会很失望很伤心吧。郡王，我就不和你兜圈子了。你们明珠谷的底细，我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但我没料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亡命之徒，居然能培养出那么多厉害的人才，不仅能混进宫魅惑皇上，还能蛊惑我吴三桂的儿子。我也没有料到，你居然派奸细安插在我明珠谷，而且还进入了朱明联盟的最高层。但是我想不明白，你既然知道我们那么多秘密，为何不上报朝廷？为何不派兵剿灭我们？这就是我为何对你们为而不恭，并且把你请进我的营中做客的原因了。愿闻其详。很简单，我之所以留着你们，就是因为我对大清朝廷不放心。我知道，终有一天，他们自以为江山坐稳了，就会对我们这些归降藩王开刀了。我必须留着你们这些反清力量来牵制大清朝廷。一旦时机成熟，我还可以与你们合作。如何合作？2种方式。我不坏你的事，你也别坏我的事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那第二呢？就是你我冰释前嫌，结为盟友，将来一起起兵反叛，打下天下后，你我分国而治。你在中原恢复你的大明国号，而我割据云贵川两广湖南湖北建国大洲。如此天下虽然分了朱吴2姓，但它仍是你我的天下。如果2种方式我都不答应很简单，我只需要一道密奏，将你们的一切秘密告知康熙小儿。到时候我们2败俱伤，我建不了州，你也复不了名，反倒让大清朝廷渔翁得利。你愿意吗？我当然不愿意。但你吴三桂杀死了永历帝，是大明最大的罪人，我怎么能与你合作？我那也是形势所逼。大清朝廷对我疑心那么重，我不亲手杀了永历帝以表忠心，就会被多尔衮干掉，不然我怎么能保得下这么大一份实力呢？你我都是将领，咱们先联手把这江山夺回来，咱们自己的矛盾再自己解决，如何？吴三桂，你当年逼着我亲手杀死我结发多年的妻子，如果我跟你合作，你放心得下？你我都是干大事儿的男儿汉大丈夫，我相信你和我一样，不会因小失大，
因私害公。那崇祯皇帝留下来的金钥匙和铜匣，我们又该如何分割呢？如今我手上有一把金钥匙，你手上也有一把金钥匙，还有一把在台湾郑经手中。我的那把金钥匙，不是已经被你们用美人计夺了去吗？我们得到的金钥匙是假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全体出动到你这平西王府来盗金钥匙。这就奇怪了。琪儿进京时，明明带走的是真钥匙。晋王，你不会怀疑我这会儿在跟你撒谎吧？既然我们大家都没有撒谎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鳌拜也安插了奸细在我明珠谷，倩影所得到的金钥匙，被那个奸细给调了包。如此一来，这里边真的铜匣子和这个真的金钥匙，已经落到了康熙之手。金钥匙估计是在康熙手中，但康熙手中的铜匣却是假的，真的铜匣不知道被哪方势力给调包了。啊，关于这个铜匣子和金钥匙，为了避免你我互相猜忌残杀，我们不如做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就是你我各凭手段获取金钥匙和铜匣子，然后汇总在一起打开宝藏，按各自付出分成，然后一起起兵，如何？好。你小子给我听着，如果晋王被你家老子杀了，我就把你剁成18块喂狗。范先生，晋王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待他和我父王谈妥条件，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的。你老子会做善事，再恶的人也难免会做1、2件善事。晋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跟吴三桂已经谈好条件了。哦，谈的什么条件？此事说来话长，等咱们回到明珠谷以后再细谈。啊，太子呢？啊，倩影和他娘正在给老五收尸。太子说，唐一手是为了光复大明大业而牺牲的，所以他也要在一旁为他五师傅念一卷金刚经。太子重情重义，我相信将来他也会深明大义。太子，你来看看，可识得此物？义父，义父，诸位师傅，这是从武师傅身上发现的。这好像是清廷之物啊。
没错，这腰牌是鳌拜特制的，专门交给他最亲近的心腹。我在鳌拜的府上见到过。那这么说，唐医生就是我们苦苦追查的清廷内奸。如果他不是内奸，那他怎么会有鳌拜的亲信才有的腰牌？万幸，他阴差阳错的被吴三桂的奸细所杀。难怪小师妹那日在鳌拜府与那内奸交手，那内奸却手下留情，没有伤害他。如此看来，当初的那个内奸一定就是武师傅。只不过武师傅当时念及与一欢往日的感情，所以不忍痛下杀手。各位师傅，吴三桂又进宫了。不要紧，吴三桂的军中有朝廷的耳目，他们如果就这样把我们放了，他怕朝廷会怀疑他们，剿灭我们这些乱党不利，所以他就命令他的手下虚张声势，从东南西三面围攻我们。我们现在把秦氏和吴应期留下，从北面突围。晋王，怎么了？就这么把秦氏和吴应期给放了？这也是我和吴三桂谈好的条件之一。钱颖、默生，你们两个继续留在滇都。啊？我为什么还要留在滇都啊？虽然我们跟吴三桂结盟了，但是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不可相信。你们两个留下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可是，我爹不会同意的。既然晋王如此安排了，自有他的道理，爹怎么会反对呢？爹，你不是说再也不允许我跟吴应期接触吗？爹相信你会有分寸的，而且我们都应以大局为重，一切听从晋王的安排。谢谢爹的信任。奇怪，三师傅对倩影和吴应期之事，怎么突然转变了态度？义父和三师傅的言行都有些反常，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。那个，大师傅，我不想留在滇都，我想跟着大师兄一起去京城。臭小子，还想挨揍是不是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胡思乱想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再胡思乱想，信不信我宰了你？义父，那武师傅的遗体该怎么处置？他不是你武师傅，他是内奸。放一把火，把他的尸体还有厢房一起烧掉。义父，武师傅虽然是朝廷的奸细，但从小对我也有养育教导之恩。如今他人也死了，也算是遭到了恶报，还是让他入土为安吧。太子如此仁义，我相信将来你一定会以大局为重，会以天下苍生为重。义父这是怎么了？似乎总是话里有话，他又为何要看着吴应期说这番话？义父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。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，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我得有点回报啊。算你有良心。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。不丑，我绣的是2个人。2个人？嗯。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2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男的俊，女的美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1个女工，送给你。
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一面绣着2只肥鸭，一面嘛绣着一对丑人，这平生第一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老大，这个荷包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好了，现在唐一手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清廷内奸这个隐患已经清楚了。只可惜，还没有查出来吴三桂的内奸是谁。既是内奸，就不难查处。现在嫌疑范围已经缩小到寥寥数人，我相信他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，我们一定能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。义父，那我先回京城，向康熙复命去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会儿也要回明珠谷，刚好还可以同行一段路。晋王太子，我就不回明珠谷了，我要赶回山西追杀囚鬼，就此别过了。六师傅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，等完成了任务，赶紧回京城吧。京城还需要你的照应。放心吧，等我杀了囚鬼，解了倾城的后顾之忧，我就立刻回到紫禁城。好，告辞。太子，其实我已经查出谁是吴三桂的内奸了。什么？义父要等到六师傅走了之后再说。难道这个内奸就是六师傅？没错，吴三桂安插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就是你六师傅，血衣居士。梅花门主，你怎么会来明珠谷？如今已经没有梅花门了。我梅花门上下200多人，现在除了我血衣居士，还有我的徒儿血倾城，其他人都被清兵给杀死了。义父，证据确凿了，千万别冤枉了六师傅。太子，这可是秦氏亲口告诉我跟晋王的。受死吧！住手！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说，什么机密？休想拖延时间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我知道那奸是谁。是谁？但我要等到晋王回来，确保我母子的安全，我才能说。当时我是铁了心要杀吴应奇的，秦氏为了救他儿子的性命，被迫决定说出内奸是谁。当时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所以就悄悄地把晋王叫了回来。我李定国对天盟誓，只要你说出谁是内奸，我保证你们母子安全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恨不得把你儿子杀了，可是我范蠡乃是大明的臣子，我一定会听从晋王的号令。快说吧，你再拖延时间的话，我可没这个耐心。
其实我也没有见过那个内奸的面。有一次我去给王爷送燕窝粥，远远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，戴着黑色的斗篷，从王爷的书房闪出，一跃就从房顶走了。显见他的武功很高，虽然隔得甚远，未看清他的面容，但我肯定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女人的身影？你是说倩影？当然不是。倩影与我齐儿认识不过数月，但那内奸已向王爷传递了多年消息。既是女人，武功又极高，还向吴三桂多年传递消息。那在我们几个人中间，值得怀疑的人，只有樊夫人、唐一手，还有雪衣居士。幸亏秦氏，他还记得那次他看到黑影的日子，是前年的9月13日，而那年秋天，我夫人跟唐一手一直未曾离开过明珠谷，倒是雪衣居士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，不然就很难洗清嫌疑啊。我们都以为那个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，杀死了易容的唐一手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我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，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，然后我的身体也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，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当我们看到屋顶破洞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杀死唐一手，就没有怀疑到在外面跟我们一起御敌的雪衣居士。可当我知道这个内奸是个女人的时候，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第一个冲进厢房的就是雪衣居士。王妃，王妃！我们当时都以为唐一手已经遇害，只是雪衣居士发现了他的尸首。但是很有可能的是，唐一手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动弹，而雪衣居士也假装发现唐一手被害，抢在我跟樊夫人之前，第一个冲进了厢房，在翻过他身体的那一刻，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胸口。王妃，而且雪衣居士也有机会从我和樊离这儿拿到呆若木鸡散，下到唐一手和吴应琪的茶中，毒倒二人。晋王分析的不错，这些年雪衣居士经常单独出谷行动，其实就是向吴三桂通风报信。这一次，他又假借去山西追杀穷贵，悄悄地潜入滇都，把倩影和陌生的身份泄露给了吴三桂。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？你没想到吧？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著名联盟的奸细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叶倩影本姓樊，应该叫樊倩影，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。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。当我们正在庙中商议行动计划的时候，雪衣居士在装作从山西风尘仆仆赶来的样子，其实他当时正在滇都的平西王府中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可是我们这6位师傅初次集体行动，我岂能错过？裘贵呢？他很是狡猾，居然找了几路替身来掩护自己。我本想着继续追查他的行踪，却接到了你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就委托山西牛角寨的盟友们帮我继续追杀他，而我就赶来滇都与你们会合。四师傅说的是，还有一点，昨夜我和义父盘问了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行踪，当时没有发现谁有破绽，但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个细节，那日我和六师傅在一处茶楼上观察平西王府的动静。你慢用。哎，小二，我要的是陈年的普洱茶，你为什么给我上今年的？看着汤色就能看得出来，给我换。
好嘞，马上给你换，马上给你换啊！六师傅，这茶味道不错呀。啊，我喜欢喝味道更浓艳的。我们明珠谷一向物资匮乏，条件艰苦，大家早就习惯了粗茶淡饭。为什么六师傅会对一盏茶水如此挑剔？现在想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个茶楼的小二，就是吴三桂的奸细。六师傅在换茶的时候，将消息放在杯底，传递了出去。太子分析的很有道理。吴三桂一定是如此才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所以就设好了局，等我们跳进他的陷阱。如此一来，铜匣失踪之谜也说得通了。一欢好不容易在宫里拿到了真的铜匣，却不知被谁调了包。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六师傅。所以这铜匣现在应该还在吴三桂手上，他手上还有一把金钥匙。